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增加64972个本土病例，另外还有一个重症患者是20多岁拄生3岁妈妈，目前正在家护病房治疗。日天有民众确诊，当日居家照护，不过管委会说用这塑胶布甲大门封起来，质疑是故意甲因点名做记号。电讯议会针对着内地进口提出宪法法定认定中央无违背宪法，则表示讲一切标准要由中央政府来定。国内伫今仔日增加64972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患者有217例，死亡个案有41例。另外有一个重症是20多岁拄生3岁妈妈，目前正在家护病房治疗，伊囡仔目前也是无感染。因为咱国内疫情正在严重，总统蔡英文有要求，指挥中心伫2天内爱伫咧基隆、台北、桃园设9个大型体检站。另外，金门县长杨定国也公开家己和太太都确诊了，目前正在家照护。是的，我确诊了，在这边要跟大家报告，政府今天早上去做了PCR，呈现的结果是阳性。金门县长杨定国13家己录影片表示，伊甲太太2人拢确定感染新冠肺炎，伫咧厝居家照护当中。伊也正做全国第一位确诊的县市首长。国内本土疫情严重13摆5增加64972个本土病例，有12县市病例超过1000例，其中双北超过10000例，新北市增加22000多例，疫情上严重。为增加采检容量，应总统蔡英文要求，疫情指挥中心上紧2天内。在800基头设9大采检站。北基桃现在的采检是84站嘛，哈，我们现在要求在双北各加开3个大型的筛检站，那桃园2个，那基隆1个。另外，中重症新增加217例，其中41例死亡，拢创下疫情以来高日新高。死亡个案会伫50多岁到90多岁，大部分癌症或者是慢性病史，其中80岁以上的大人占半数，有21例无注疫苗。长者的警示真相常是有几个包括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嘴唇发紫或者呼吸困难或者是意识改变等等，这些是常见的一个症状。重症个案当中，有一个20多岁的产妇无做过疫苗，也无慢性病史，伫诊所自然生产了后大出血，转送病院检查采检，才验出确诊。目前伫家护病房救治当中，正做产妇重症的第一例，好佳在囡仔平安生下来，无感染。有一些呼吸上的困难，所以在家病房使用呼吸器。不过经过治疗之后，状况应该算是稳定。另外，囡仔染疫个案增加，为避免排斥囡仔带诊时间甲检测群组。指挥中心要求4大公立医疗体系病院关键说学龄前囡仔6岁以下就医的绿色通道，65岁以上大人免疫计下甲长照机构住民等3类族群，上紧下礼拜开始做第4剂疫苗，最近会公布实施细节。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天今日表示，本地预测5月16日疫情上严重的时阵，不过看这办事可能会延后，也认为讲要甲这快筛阳性当作是确诊，要来开一个抗病毒的药物，是爱经过判断才会当开药的。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认为，快筛阳性当作是确诊，唔若爱居家隔离，若准这食药食一个出现副作用，什么人要来负责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这快筛试剂出现假阳性是袂惊人的，伊也呼吁中央就要赶紧来帮忙。本土疫情滚价，双北市东西区确诊数拢超过10000例。台北市长郭文天原本有高峰，会伫5月16日暗过考虑PCR量能，社区竟然出现乌数，疫情高峰会延迟，应该是伫下礼拜。最可能是峰会往后一点，本来预计是5月16号，现在看从图形上看起来会往后，不过 anyway 应该是在下个礼拜。不过中南部会跟首都生活圈会慢2个礼拜。为舒缓基进采检量能，台北市说苏北区沙基厂车来所批下采检站以外，佮规划伫中正纪念堂佮设车来所和平病院也转做防疫专责病院。郭文天呼吁快筛用就用药，啊，不过陈市长回应快筛检验有7到15%贵阳性，食药有副作用，显然有责任归属问题。抗病毒药物要开立，你知道吗？有症状，快筛阳，符合适应症，排除禁忌症，
然后再解决那个药物交互作用，有些药要先暂停不要吃，要符合这5个条件。所以是这样的固然会有8到15% 的也许会伪阳性，但是呢，但是它有个先决条件，那前面要有症状。如果它完全没有症状，根本也不用吃啊。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表示，快太阳就是确诊无限对象。不过，但市长认为，除了伪阳性，还佫考虑估计恐惊勘测行政不当，加上食药副作用的责任归属。侯友宜反问快太试剂敢会选人出现伪阳性？既然这3类可以做，在所有相关的配套上都没有问题，那相对的扩大适用范围也应该没有问题。至于陈部长说的，因为怕有伪阳性的问题，我也不了解，快筛试剂应该不会挑人吧？指挥中心宣布，为提供无法度实行或测试未当成功有效实行诊疗民众，自5月14日开始开放居家隔离、自主防疫甲居家检疫3类快太阳，因委托亲友载健保卡快太试剂到病院，且医所确诊。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已经是连续2天拢超过6万例确诊咯，外界也伫咧烦恼讲，接落来就是疫情高峰期，到时阵医疗量能就会超崩。外界也呼吁指挥中心针对着居家隔离条件，就要变更严格，甚至就要设专职病院来收确诊者，才不会影响到其他病人。警方接到通报，赶紧赶到现场。桃园平镇区传出一个因为糖尿病长期倒伫床的姓温的负责人快太阳性了后死亡。据死者的女儿表示，59岁温姓死者因为糖尿病长期卧病在床。11日晚间进入房间要帮母亲翻身时，却发现母亲没有呼吸心跳。本土新冠疫情一直清悬，确诊人数连续2天拢6万外。13单日死亡人数有41例，已经超过去年3级警戒。根据指挥中心统计，为今年1月7日至5月12，本土确诊数已经有54万外例，其中中重症有7190例，累计死亡人数有156例。即马各界伫烦恼疫情高峰期，恐惊会造成医疗量能无法度负担。呼吁指挥中心会当考虑用严格的居家隔离，也建议开设专职病院。医院同时又要做感控，又要处理一般的病人，其实对医院的负担是非常重的。比较好的做法当然是可以考虑在北中南各有一个专责医院，他们只收新冠的，那医院还是保留下来处理我们平常就会碰到的一些病人。医师讲高峰期有较慢的现象，这代表全民爱长期抗战。未来规划北中南开设专职病院，专门收治确诊者，彻底落实院内监控，避免增调其他病人，市场才会愈来愈多。而且为2020到今，国内确诊已经累计62万外人，占全体总人口数2.7%。故以感染无查到的5倍来计算，初步估计13.5%确诊。国家目前对家声注射率62.5%，拢总已经挖近76%，而且民众注射意愿有受到疫情影响程度真悬。若是说来感染比率甲疫苗注射率加起来，会当达到80%。咱国内离解封开放，才会愈来愈接近。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确诊病例一直咧增加出来，国民党就伫即期讲，监视咱国内买这非水病毒的口服药啊咧是买了无够，批评中央拢无提早安排。指挥中心表示，已经和默沙东药厂搁再订10万人份的莫纳皮拉韦口服药啊，上紧伫后礼拜就5万人份送到台湾。摕到检查试剂在急诊室外口排队要做 PCR 检验，国内确诊病例一直清悬，一般民众伫检查阳性了后，除了爱冒着防卫着风险，伫病院外口排队等要做 PCR 检验以外，若身体出现无爽快症状，要摕到抗病毒药品，也是真无方便。国民党医疗委员会就质疑国内非水口服药的采买量无够，批评政府无提前来部署来做准备。好的药物，它就是让你早期服用。3到5天之后，它就会造成减少你中重程度甚至死亡的提升到大概减少到70%-80%。过去有说过，我们有几千剂的这个辉瑞的药品，但是我们从4月1号到4月底，发现它只用了800多个人。因为缺药，民进党政府又提了一个药物有一个交叉作用的一个指引。其实，在美国并没有这样子的情形。
根据指挥中心上新的统计，昨日总共开出1117人份口服药物，创下一天内底新高的纪录。对着口服抗病毒药物需求的增加，指挥中心也已经甲默沙东药厂预定10万人份莫纳皮拉韦口服药，上紧下礼拜会有5万人份的来到台湾。对，因为在看到大家使用的一个情况，那莫拉提亚有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它使用的限制相对的比较少。随上为着加紧予重症风险患者得到治疗，对13开始也开放确诊者的亲友到全台137间有病院防疫门诊，大为看诊加领取口服的抗病毒药物。不过有基层的诊所医师就质疑讲，为安怎这个口服抗病毒药物的处方，敢若局限在137间的病院才用得开，安尼唔来增加病院的负担，也增加民众暴露的风险。医院已经在忙着在那边防疫的。你叫他们去那边看诊拿这个药有什么道理嘛？医院应该侧重在中重症的那个防治啊，在治疗啊。然后你这个东西应该开放到整个医疗院所。对此，指挥中心表示，这阵基层诊所已经承担320群快速检查阳性，等于是确诊的业务，是不是让一般的诊所也承接亲友代替看诊甲领药的业务，也搁再建议。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本土病例一直咧飙，毋那这医疗量能真悬，连汉药清冠1号也拢欠货，原底一盒1500块，所有人赔到5000块。台北市中医师工会表示，这清冠1号毋是食健康的，一般民众是袂当乱食，是用来治疗无症状或者是轻症患者。另外，市面上也出现类似清冠1号药方，这药材有可能是乱夹的，呼吁民众千万毋通乱买。确诊看中医，健康又有效。第立法院议场头前，放几10罐中药罐，强调除了清冠1号以外，治疗新冠肺炎也有其他的中药。台北市中医师工会呼吁民众，清冠1号唔是健康食品，卖乱抢。清冠是属于医师处方用药。一般民间的药房是不可以私自贩售的，这个不是健康食品。那清冠药在外面的市场市价很乱，一盒啊叫价到5000，其实这个都是哄抬的。清冠1号上新确诊者治疗的指引公布啊，为了让公费治疗发挥上大的照护效益，卫福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特别建议，65岁以上老人、具有强病、无住院2档疫苗的人，甲12岁以下囡仔是优先的用药对象，并且依照治疗情况，疗程应对10天缩短为5天。那5天以后呢？如果医师诊断他还有必要再继续吃，再开给5天。你的 PCR 还是阳性的话，还可以再起一个新的疗程。最近本土确诊人数大清冠，清冠1号供不应求，市面上出现袂少类清冠1号，呼吁民众唔通乱买。希望各位民众不要去追清冠1号，因为这样子的价格一直被哄抬，是我们不乐见的。这样子一盒一盒清冠有8家药厂EUA的药厂它那个价格大概在1500到2000左右一盒。以这个公费来说，你只需要负担一个挂号费而已。中医师工会表示，这阵清冠1号的剂量以确诊数3%来准备，一人份是10天的用量，由8间药厂生产，每个月产能大约37000份，有加6个，又再增加4间的药厂加入生产行列来提悬药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民众投诉讲，伊的前翁确诊当咧居家照护，有2个查甫囝甲伊带做伙。毋过，这管委会却用塑胶布甲这大门封起来，故意是甲因点名做记号，无排除对这管委会来提告。另外，台中市伫今仔日增加3700外本土个案，市长罗秀燕也因为捌接触到确诊的司机，目前当咧自我感染。徛在门口，互这透明塑胶布规个封条咧，对顶面到下面员工拢无空芳。这处处检诊室即阵确诊伫厝照护中，甲2个20外岁查某囝是住伫厝内底。但过徛在门口，互大楼管委会搭着塑胶布，伊的情某维小姐看到这款的情形，实在是无法度接受。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开门要拿餐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飞沫传染。社区管委会竟然这样子藐视我们的人权，然后竟然触法在我们家门口贴了这样的东西，让我觉得心情非常不舒服。魏小姐表示，前翁这个月初10确诊，这几天到3天来送食的物件，却是12发现大门口互塑胶布封条咧，根本是带着标签甲破坏名声。虽然管委会迄天有贴图也下失礼，不过处处检测时也是拍算提出告诉。这个社区司决议将塑胶布贴在门口上面
那警方到场有告知说，这个部分会涉及刑法304条强制罪。警方表示，管委会可能开设刑法强制罪，当事人若是提出告诉就会受理。2到13暗头管委会拢也未对外来说明。另外，台中市13新增加3708例本土个案。台中市长罗秀燕因为车站接触到确诊的车辆的司机，也佫无达到密切接触标准，会进行7天的自我健康监测。那车上呢，我都有全程佩戴口罩，那我们又保持这个社交距离。不过，根据卫生局的专业评估呢，我还是有这个接触的风险，而且但是没有达到密切接触的一个标准。因为疫情一直升高，台中市宣布托婴中心若出现确诊案例，全班停止托婴7天。另外，儿童疫苗部分到13中昼全市已经有3946人去注射，其中无爽快人有106人。也不市府也是呼吁爱赶紧去做，增加囡仔的防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对了，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中央开放有3百种的猪肉进口，伫台北、台中家己顶市议会也定出袂当夹出300种的自治条例，去互中央政府宣告无效。地方申请实现宪法法庭今仔日做出判决，认定中央政府的做法并无违背宪法，也就是讲未来地方是袂当家己定检验标准的，这标准要由中央政府来定。国民党就跳出来批评，讲中央干涉地方自治伤过头，也牺牲人民的健康。行政院并未逾越宪法赋予中央监督地方自治之权限范围，均属合宪。内地的争议闹上宪法法庭，中央唔准地方自定内这零检出的标准，是不是侵害地方自治？宪法法庭13作出判决，大法官认为中央作为无超越宪法，判决合宪。地方自治团体就自治事项之立法权，仍应受宪法及中央法律的拘束。地方因地制宜行使自治立法权，应以它的辖区内的人事物，作为其界限。合宪的理由，除了大法官认为是按法评定，动物用药残留的标准是由中央主管地方自治的立法权，也是受到宪法甲中央约束。若各县市制定无共安全的稳准达也违背宪法，保障国内货物的自由流通，所以讲地方禁内底无效。释宪的结果并不意外，一样令人遗憾。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是不应该进口的，这是政府应该有的态度与责任。食安不容许打折。政府反对地方县市议会用更严格食安标准维护人民食安，这样的立场也会在人民的心中留下记录。同时，行政院宣布内地开放进口，台北、台中、嘉义、桃园、甲台南市议会拢定出莱克多巴胺零检出的自治条例，随即互中央函告无效。5个地方议会所讲申请改释宪法，只是这回宪法法庭判决合宪，地方表示遗憾。国民党更加批评政府过度干预地方自治，也牺牲人民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伫网络顶头乱传假消息，也是爱食罪哦。之前有一个网友伫咧社群平台顶头发文，讲中央政府甲台北的快筛试剂调去疫情较无遐严重的高雄，引起网友议论。经过调查，认定这是一个假消息。警方侦办了后，抓到这个乱讲乱传的查甫人，虽然料想未到，这个查甫人竟然是新北市双和病院的医生。有关本人在网络上发表不实谣言，造成民众恐慌及社会对立，严重打击第一线防疫医疗人员士气的恶劣行为，本人深感抱歉，并会负起所有法律刑事责任。本人对于中央政府、高雄市、台北市的市民以及2个市府团队所造成的损害，在此致上本身最深的歉意。这位涉猎医生伫网络顶头乱传假消息，高雄市长陈其迈伫防疫记者会顶头批评这位医生，认为伊的行为伫咧损害防疫人员的拍拼非常恶质，要求伊着爱公开回实的。这名涉猎医生今仔日自病院安排之下出面回应，不如改伫镜头前鞠躬回实的。伊表示造成中央和台北、高雄等市府团队伤害，表示会担起所有责任，也强调讲法律罪的部分伊会来负责。台北市计程车驾驶员职业工会发动上百名的运将去到指挥中心外口抗议。司机员也埋怨讲，到单一个背过这快筛试剂，旅客唔知这司机敢有安全无，就唔敢坐因的计程车。司机的诉求是希望讲用体检来代替隔离，而且政府爱提供予因公费的快筛试剂。
我要快筛剂，政府心中无百姓，政府心中无百姓。上百名的客运车司机拿着抗议标语，集合在疫情指挥中心大门口抗议快速检查汽车买无，本土确诊搁再超过600例，互司机甲人客拢真惊吓。最近人客也唔敢坐客运车，生活大受影响。买一支快筛剂就要200块钱，剩下我们觉得连油钱都不够。客运车工会甲镜头对准指挥官陈时中，并且要求指挥中心指派官员来接受定情批，也毋过出现的却是交通部的官员，看到长互工会是真生气。你们都要一起合东西，请绝不打我们！各位，你们接受吗？不接受！工会向指挥中心提出2大诉求，包含用检查代替隔离，也搁提供有够的检查汽车和客运车司机，互消费者能安心来坐车。实名制的快筛也不怎么需要排队，比较贵的快筛其实都已经买得到了。如果他是居隔者，那就会有以筛代隔的这一部分嘛。那要上工的时候需要 PCR 的阳性，那我会请交通部来研议这个问题。工会抗议的队伍是一路行到交通部大门口来抗议，并且搁再表达诉求，除了希望增加防疫客运车的数量，也搁再要求互因纾困的补助。从去年到今年5月底以前，每天会有约15元的防疫物资的那个现金补贴。客运车工会表示，客运车也算讲是大众运输的一环，也应该提供快速检查汽车。讲若是无回应，下摆开车来包围指挥中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家长反映讲，因的囡仔渐渐确诊，即马已经复原啊，毋过定感觉讲这喘气是喘袂顺，希望这囡仔莫上体育课。毋过体育老师也是希望学生囡仔就要来参与，家长只好传一个送锁杆仔，互囡仔早去学校。另外，校园的疫情当咧严重，若准学校这公费快筛试剂分量不够，是要安怎恢复上课呢？囡仔下课伫篮球场拍球，高雄13增加499名高中级以下学生确诊，有不少的囡仔确诊好了后，感觉真喘，好亲像心肺功能受损。这礼拜复课了后，家长请求互囡仔去病院检查进前免上体育课，啊，毋过老师也是互囡仔拍乒乓，互家长真不满。老师也有写联络簿告诉体育老师，然后我自己也有写联络簿告诉体育老师，还是让他们上。可能是体育老师不是很了解孩子在呼吸道上的不舒服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他认为桌球可能不是一个剧烈活动。马赛上诉管啊，互囡仔早起读册，体育老师无重视囡仔健康，互家长去甲向学校抗议。体育老师向家长回信咧，学校甲教育局也表示，老师做法甲原则无符合。配合个案来做个别式学习的一个方式的调整，所以这个老师的方式跟我们这边是违背的。教育部表示，确诊学生复课了后，学校会关怀辅导，看需求达成调整课程，不过疫情严重，停课班级愈来愈多，屏东目前有84校141班暂停实体课程。家长烦恼，若学校发的快筛试剂不够，恐怕影响囡仔复课。不担心啦，因为这样子后续下来可能会生气。学校需求量大于基本配发量，本府会依学校不足数配发以学校使用。教育处表示，中央配发7488支快筛试剂，已经通知各校来领，另外还准备2500支备用。也有14开始，各乡镇卫生所要开儿童疫苗门诊，无伫校园内底住的学生囡仔，会到附近的卫生所来住。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北韩官方媒体13表示，有6个人发烧破病死亡，其中1个去感染着 Omicron 病毒，而且有35万人出现发烧症状。也因为北韩政府完全拒绝国际捐予因的新冠疫苗，加上4月时阵举办几多场大型的军事活动，因国内2500万人左右，恐惊会出现高度感染。北韩官方媒体北韩中央通讯社宣布，自4月底以来不明原因的发烧症状伫全国爆炸性摊开，短时间内有超过35万人发烧，其中至少16万2200人好去。敢若是12这一天，全国就有18000人出现发烧，目前有18万7800人隔离治疗当中。报道中指出，首都平壤出现 Omicron 病毒株，暗过无提供正确的确诊数字。当局因应指导是严密的锁国政策以外，国加上封城措施。북한에서 이제 식량난이나 경제난이 심해질 수 있고 그에 대비해서 북한은 지금 이제 주민들에 대한 식량 배급 조치라든가 이제 확진자 대량 발생에 대비해서
상당히 심각한 이제 방역 상황에 들어가 있다고 볼 수 있습니다. 甲北韩接触会中国南韩农药加新冠病毒混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2日表示，中国随时准备为北韩对抗疫情，全力提供支持甲帮助。南韩提名出任统一部长的权寧世，在國會聽證會被問到相關問題，表示願意提供北韓人道援助。美國白宮發言人沙奇表示，美方目前無計劃要分享疫苗給北韓，因為一開始就是民用當局家己將援助管道關起來。We do continue to support international efforts aimed at the provision of critical humanitarian aid to the most vulnerable North Koreans, and this is, of course, a broader part of the DPRK continuing to exploit its own citizens by not accepting this type of aid. 북한은 오늘 아침에 코로나19 확진자 발생을 대외적으로 공포하고 또 저녁 시간에 미사일 시험 발사를 강행했습니다. 이 같은 사실은 오히려 코로나19 확진자 발생으로 인해서 북한 주민들의 침체된 그런 분위기를 이제 일신하기 위해서 북한이 미사일 시험 발사를 더욱더 빈번하게 진행할 가능성이 높다는 것을 시사합니다. 朱建峰要求成功的平壤當局，連國會15加25連續舉行大閱兵在內真濟大型群眾活動，所參加人攏無掛隨案，全境2500萬人是佇個高度感染的危機當中。不過外界歡慮對北韓人來講，上危險的唔是病毒，而是風聲。糧食欠缺，老百姓普遍營養不良，加上醫療系統欠缺醫療，風聲衝擊，風險更加大。公視新聞王慧文報道。受到戰爭影響，芬蘭政府宣布15被申請加入北約組織，大部分的民眾攏表示支持。美國和北約也攏表示歡迎。不過，羅西亞即賣也嗆聲講，這北約組織若准變大，是維護歐亞大陸更加安全的。就這個芬蘭的媒體指出，羅西亞為了報復，可能對今仔開始就會停止供應天然氣給芬蘭啦。芬蘭總統和總理12日發表聯合聲明，宣布講支持加入北約嘅組織。兩個人喺聯合聲明內底表示講，希望會喺未來幾天緊密來進行這項決定國家嘅步伐，強調加入北約是會當來強化芬蘭嘅安全，芬蘭嘛會當來強化北約。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has altered the European and Finnish security environment. However, Finland is not facing an immediate military threat. Should Finland decide to apply, the accession of Finland would strengthen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Baltic Sea region and Northern Europe. 芬蘭政府嘅特別委員會會喺15日來開會，正式宣布講要申請加入北約，刷落去，甲這個提案送交國會，預計喺16日對這個案件做辯論。芬蘭國會內底有2/3嘅議員支持申請加入北約。自從俄羅斯喺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民調顯示講，芬蘭嘅民眾對加入北約嘅支持度對3成兩懸到8成。It's a great news. It's about time. I have really waiting this happening in a long time. Best security solution this time, and Russia have betrayed us so many times now again, and it's absolutely that we should change NATO. 對這件代志，北約秘書長斯托滕伯格和北約嘅重要成員美國攏表示歡迎。不過俄羅斯強調講，芬蘭若加入北約，安尼會對俄羅斯來正做威脅。The United States would support a NATO application by Finland and or Sweden should they choose to apply. We of course will respect whatever decision they make. Мы уж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что расширение НАТО и приближение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альянса к нашим границам не делает мир, а главное наш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континент более стабильным и безопасным. Это однозначно. 芬蘭媒體報道也閣有講，俄羅斯有可能喺13日間切斷天然氣來報復芬蘭加入北約。不過，芬蘭嘅當局亦強調講，已經做好一切嘅準備，而且天然氣敢若佔芬蘭能源嘅5%爾。公視新聞鄭依仁編譯。咱人要出世是無到敬爸母，毋過要回去，敢法度家己做主呢？哥倫比亞是甲安樂死合法化嘅國家，12憲法決定，閣再通過由醫生提供藥啊協助患者自殺，爭取尊嚴死亡嘅權利。這是擴大到絕症末期，若准含這個其他嘅原因處理痛苦者，也是會通使用。
哥伦比亚宪法法庭12做出历史性裁决，医师会当提供致命药物协助患者自杀，阁未有责任封关。这是拉丁美洲头一个。哥伦比亚伫1997年就已经允准安乐死，由医师注药物还是陪讲，协助已经末期的患者解脱。这届通过的医师协助自杀，是由医师提供资讯甲药物，而且爱监督，予有严重疾病也是身躯障碍、致使身心痛苦、无法度有尊严生活的患者，伫个人的意愿，家己食药结束生命。Colombia sigue marcando un hito gigante y es seguir siendo pionero en Latinoamérica en estos temas. Hasta la fecha seguimos siendo el único país con una reglamentación que permita alguna figura de muerte médicamente asistida. 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天主教国家中唯一通过安乐死加医师协助自杀的国家，因为罗马天主教会坚持反对。各国1997年立法到即马，这片安乐死的患者较无200个，民众对尊严死亡这个议题原来有无共看法。La persona tiene derecho a morir dignamente, pues le está dando esa oportunidad, significa un avance y pues sobre todo que le está mandando un mensaje a la sociedad. Ese mensaje a la sociedad es que las personas tenemos derecho también a escoger y a elegir. Pienso que no somos ningún ente el cual tengamos en nosotros el poder, la potestad de decidir entre la vida y la muerte. 国际一寡国家也允准医师协助自杀，大部分拢会要求患者符合某一寡标准，包括无法度医治的绝症、精神健全、自愿而且表达求死的意愿，阁爱亲手服用致命药物。荷兰、比利时、德国、瑞士、西班牙、奥地利甲加拿大无需要末期诊断证明也当进行。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讲到即摆的人是愈来愈晚结婚，为着要结婚了后，也会当传宗接代。伫南韩有愈来愈侪女性选择甲因的卵子性并起来。分析师认为讲，现代社会这厝价变悬，加上教育费用也增加，互大家是愈来愈晚结婚。就算结婚了后，也会考虑到这饲囝生囝成本，会选择较晚生。医疗中心外口路人停落来好奇看店内冷冻设备，这是南韩首都首尔一间61下甲气功营养中心。过去2年到医疗中心来冻卵的女性人数增加真紧。 지금 남자친구 만난 지 몇 개월 안 된 상태고 이제 결혼 준비를 하려면 뭐 집이나 이제 가족이나 다른 추가적인 상황이 진행되어야 되는데 그러려면 좀 시간이 걸리고 좀 당장은 이제 결혼하기가 어려운 상황입니다. 南韩政府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国内结婚人口只有192500人，比10年前减少4成，创历史新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南韩2021年妇女生育率是平均每一位妇女生育0.81个，远比全球平均值1.59个较低，也互南韩成做全球生育率上低国家之一。受囝仔教育竞争激烈、学费正贵、甲居住成本抢悬的影响，互南韩女性到年岁也无想要结婚。有已经结婚，按不认为经济能力饲袂起囡仔，愈来愈侪女性决定冻卵来换较慢生育的机会。南韩30%子宫婴儿市场的上大连锁医疗中心，去年就替1200个无结婚的女性来冻卵。 물론 결혼을 해서 아이를 낳고 가정을 이루고 이런 것도 굉장히 중요하겠지만 지금 저한테 당면한 과제로서 중요한 거는 제가 직장에서 조금 더 성취하고 싶은 목표라든지 아니면은 뭐 학업적으로 더 이루고 싶은 거라든지 그런 게 더 우선순위 위에 있기 때문에 根据南韩法规，无结婚的女性用冻卵，毋过干会用伫合法结婚了后，才用家己冷冻的卵。全当局鼓励生育提拨46.7兆韩元，为育儿家庭提供补贴甲津贴。有关无法度有关南韩增加结婚率甲生育率。南韩性别平等甲家庭部认为，因为南韩社会传统观念，政府爱打造男女平等的这种环境甲家庭文化，才有机会提高生育率。公司新闻单是董朋友。 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就甲中国解放军的部署公开，讲因伫咧沙漠内面无记一个苏澳军港，甚至演练攻击军港内面的军舰。但係國防部表示，中國行動攏有伫咧掌握。不過專家也講，這解放軍可能伫咧模擬這飛彈安怎飛，無排除會用伫咧實際行動。
中共持续演练攻台行动。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公布，共军去年11月伫塔克拉玛干沙漠建立一个假港口，好亲像模拟所有军港，也甲模拟攻击港内记者级的飞弹驱逐舰。虽然今年2月已经停除，不过也是引起众人的注意。国防部对于共军的各种犯台想定以及它的可能行动，都以量敌从宽的一个原则纳入掌握。军事专家分析，这是共军借用的练兵手法。过去也捌模拟总统府、台北市中心、台中青山公机场等进行实践的演练。这届共军模拟攻击咱军港，应该是模拟发射弹道飞弹，验证飞弹计划准，也有可能未来伫台海作战应用这个战术，运用当天火力打击国军，强化相关武力犯台作战之后，所谓的联合火力打击作战的相关的准备。所以他们就运用一个仿真的场景来实际验证相关飞弹部队它的命中率，然后在以弹道飞弹攻击在港舰队的时候，会不会碰到哪些的问题？另外，中共辽宁号打击群也搁伫西太平洋演训，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掌握共军一直伫进行起降演练。军事专家是讲，共军避战台海战术是因为美军演练航南舰岛群突破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战术位置，一方面会当攻击咱方的东部战力，也会当阻挡美军。火炮声真大声，日军配合防卫指挥部12透早实施定强操演实弹射击。真多会是共机车闸才穿过海峡中线，配合离岛就伫大海中线，战略地位重要。偏防部回应是例行训练，不过演训展现保家卫国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就是听讲，这中国资金渗透，咱影响到咱的国家安全。行政院长苏贞昌进前捌伫咧立法院表示，香港已经互中国吃掉啊，中资伫遐踅来踅去，咱一定要对源头查清楚，防止中国资金入来台湾。民间团体是希望行政院就要调降外国投资比例，也就要严格审查。直讲讲用香港的名义，不过说是中国的资金渗透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批评2008年做投信会执行秘书长范良栋，甲金管会政治局局长吴东杰伫咧会议达成的结论，决定讲外国人或者是华侨投资上市贵公司的证券投资，过一届10%以下就免受投信会审查，认为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已经写批予监察院申请，要求单核2位前官员。国安审查机制就是在投审会，不受投审会审查，就是架空国安把关机制，就是违背外国人投资条例第7条第1项第1款。根据投信会统计，2009年开放中国来台湾投资，累计核准的案件超过1500件，有25亿外美金。那看这2年的数字，大约逐年拢是1亿1000万美金来看，比过去上届做时2013年的3亿外美金比起来是减真多。投信会认为讲，美中关系变动、两岸情势甲全球经贸变化，拢影响投资意愿。不过，外界就烦恼中国会透过外国人证券投资的管道来渗透，敢会下修投资比例，引起讨论。怎么样去界定直接投资跟财务性投资？牵涉到我们整体的管理的松紧，以及外国人对我们国内投资的信心。好，那还有整体证券市场的发展。行政院这边其实都一直都在研议当中。金管会强调，目前拢有严格监督，确定外国人投资管道的资金唔是对中国来的，准若下收趴数，而且达条审查，人力甲整个资本市场的全球空间，拢会是正大的考验。记者民警郑海文台北报道。中法官已经申请2届要升做第7度，再去行内政部咧有召开审查小组会议，认为中法官的人口数无超过125万人，而且抑个真济不足的部分，审查过后是建议无同意。针对着这款的情形，真济乡亲是无欢喜。馆长王惠美也认为讲，无通过拢是有政治考虑的。升过第7度，中法官爱下过上届基本的勘站，也就是人口爱有125万以上。不过，就伫个审查1个月前，中华人口数已经无够啊。13早起，内政部举行审查小组会议，10个官方11个专家学者委员，拢建议无同意中华的改制计划。整体的人口长期的呈现的下降的趋势，政治经济
文化跟都会区域发展等相关条件上，也有努力的空间啊。中华县政府也捌伫96年5月提议升格，迄个时阵人口有131万外，虽然人口数是有够，啊，毋过共款因为其他条件无够，无过关。民众有人真失望，也有人讲去中央看衰。我觉得很失望，凭什么别人可以，我们不行？看不起我们吗？我们缴的税没有比别人少啊！中央把彰化当成二等公民，我想要问一下中央为什么要这样做？中华看虽小。透早亲身上报去内政部说明的县长王惠美，中昼过了后，倒来到县政府，伊提未放弃的条件，表示疫情过了后，人口回流再来评估申请。不过难免认为，互人驳回是因为政治因素。最主要，我想还是政治的考量会比一切还多了。我们会继续努力。时代力量彰化县议员吴伟达进前就提出，彰化升格直辖市会加支出几60亿的人事行政成本，对财政不一定有帮助。伊认为民众希望透过改革来改变现况的心情，会当理解。不过，就算无法度升格，也是有其他努力的所在。要去推动财政划分法跟地方制度法的重新的通盘检讨，人均统筹分配款上，彰化县是最后一名。那这对我们很不公平啊！那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去争取到更多的资源？这届内政部审查小组建议无要同意的审查结论，会伫最近函报行政院做最后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确诊病例数一直增加。根据着台湾 COVID-19 本土病例地图的网站显示，每1万人确诊的比例当中咧，排伫咧前2名乡镇，竟然是花莲的秀林，也有宜兰的南澳。南投县也发现讲，这个信义乡仁爱乡这2个所在，确诊人数是愈来愈多。一寡所在居民也拢认为讲，医疗资源是不足，连要买一个快筛试剂拢有问题。民众骑机车到这来所领关怀包，高雄市管委会成立原乡防疫宣导队，到原乡宣导确诊了后的应对措施，佮鼓励做疫苗。原乡疫情慢慢清悬，南投县就发现信义仁爱2乡确诊数一直增加。他们有共食、共餐、共酒这样的一个习惯，没有严格落实1人1室，在家中不能够走动。南投县府表示，当地常常有共餐共酒的情形，也有回乡居家子弟到别人的厝开讲。为台湾 COVID-19 本土病例地图网站来看，好亲像也证明原乡确诊数清悬的现象。因为伫每1万人确诊率的乡镇区排名当中，花莲县秀林乡、宜兰县南湖乡这原乡地区，拢赢过上北，排名前1、2名。除了尽量挡起来，不要让一般民众进来之外，是还是会做一些消毒的动作。第一点，它人口比较少；第二点，这次发生事情是因为主要是一场喜宴的，在平地的。那其实并不是它本身防疫的问题。宜兰县附近防疫无做好，民众要确认是不是染疫快筛试剂，也出现配送差别。花莲民众反映片快筛试剂歹买，厝内快筛试剂连买都买无。来这边他们说什么？没有，目前还没有到货。家长想要买用厝内快筛试剂，互囡仔，主要是看到最近囡仔染疫增加，所以台南推出确诊的0岁到2岁幼儿身心障碍者有专人关怀方案，来了解确诊者的健康状态以及他的需求，那以便能够及时转介就医或者提供协助。高雄为4月10日开始成立的居家照护中心了后，由医疗单位逐工电话关怀居家照护确诊者，李干事社福单位也透过电话，互确诊者个案生活关怀，逐工至少1通以上电话关心确诊者。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是这届疫情上严重的所在。消防署邀请到国防部和各县市的消防局调人力加救护车支援，目前已经有140台救护车280人，等候地方提出需求，随时会当出动，增加救护量。上的高级救护支援。消防员甲国军2个人一组，斗穿防护装备，对头到脚拢爱包好白，准备要送确诊者去病院。我们75%的酒精去我们车子上做个基本的清消。对病院转来了后，救护车爱彻底消毒，烫防护衫也爱洗日，每烫一项手就爱消毒1届。因应新北市确诊人数大量抢悬，国军第2阶段消防防疫勤务训练12伫咧新北的海山分队正式登场。我们每天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配合消防局的作业时间。那以1车2人次
的一个方式来协助地区卫生局消防队来执行后送的一个作业。伫今疫情会伫军中扩散，各军登去军营内底拢爱落实自主健康管理。新北市消防局是表示，即阵救护的量能要有够。那在整个确诊案例破万例以后，那每天的这个勤务量大概一般的救护超过500趟，那在确诊案例的部分超过200趟。那对我们的救护量呢，当然是很沉重的负担哈，但是目前我们的量能呢是足够的。那目前全新北有108部的救护车在执行这个防疫勤务，我们还有70部的载看车，还有12部的备用救护车还没有投入哈。消防署表示，即摆已经向各地调140台救护车，280位国军官兵。未来只要地方有需求，拢会当向后备指挥部提出申请，即时来加入救护的工作，也会看疫情状况，搁再增加人力。记者阿明金曾派文，新北报道。依到听将奥运比赛，咱台湾队的选手伫女子双人网球比赛，60岁选手何秋美甲26岁林嘉文伫金牌战当中，以6比4、6比1的成绩甲德国拍败，替咱台湾摕到第2块金牌。目前咱台湾队的成绩是2金5银，1个7铜。真专心、真认真，大力甲球拍出去。26岁网球选手林嘉文甲60岁资深的选手何秋美来配合出战巴西听学，虽然一度以1比4输人，不过最后连拼5局，以6比4摕头一盘。第二盘以6比1顺利拍败德国选手，得到听学网球女子双人金牌。非常的兴奋啊，很高兴啊，大腿伤势好很多了，尤其打赢球就更不痛了。伫比赛进前脚受伤，即阵因有金牌，感觉是加好真多。何秋美甲林嘉文是顶届土耳其听学的网球女子双人金牌，即摆完成2连霸，更加为台湾夺回本届比赛第2名的金牌。我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吧，对，因为可以拿218是非常困难，明天还要打个核酸，是非常硬的比赛，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睡饱。网球女子单打混双比赛拢晋级决赛，林嘉文会挑战台湾史上头一位3金的球后，即阵中华队的总败数总计是2金5银7铜，有机会伫最后这几天得到顶一届4金5银8铜的成绩。另外，伫疫情方面是有21名团员确诊，依照这个规定，伫国外为着发病日达到10天，摕到2摆 PCR 阴性证明，才能返来台湾。团队会依照规定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囝生少的问题，真伤脑筋。除了提供补助，屏东县政府对最近有推出一款，或者是药镜牌仔，内面有真侪红婴仔需要用品加相关的资讯，希望会当鼓励民众勇敢来生囝。你需要帮忙吗？哦，对，我在找湿纸巾吗？我这里刚好有，来，你拿去用。真侪妈妈若要带红婴仔出门，牌仔都爱扎甲大卡细卡，拢是囡仔需要用品，都惊有一项无细字漏交去。对，里面有暗层，这内底会当堆做些物件暗。为着减轻家长的负担，屏东县府特别准备药镜袋仔要送给爸爸妈妈，内底毋但有串药珠仔甲一寡用品，这袋仔设计嘛真用心，有暗袋仔会当底真侪物件，佮真好拍，家长嘛学了讲真实用。就像我们那个湿纸巾、尿布垫、乳液，都是我们平常时其实都还蛮常用得到的。对，所以我觉得送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还蛮方便的。敢生要生，而且能够敢养，愿意养。然后呢，一直这几年调整了很多的社福育儿政策，就是希望减轻年轻爸爸妈妈的负担。我们有专责的月嫂，经过训练合格的月嫂到宅服务。未来在育儿的过程，只要在我们所有33个乡镇的户政事务所，可以领取我身上这样的一个育儿包呢。屏东县府表示，为5月初1开始，只要红婴仔伫屏东办户口，而且爸母其中一个人的户口嘛伫屏东，都会送一卡药镜的袋仔，希望互爸爸妈妈出门的时阵袂阁脚公手乱。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寿山大门园最近接到几落件猫头鸟救援的案件，其中有一只是救护车弄到伤19长期，这兽医是替伊开刀钉钉啊。目前这只猫头鸟逐工拢爱复健，等候伊健康才会当野护。记得我35，135，
上来会死。趁猫头鸟麻醉的时，兽医师替伊倒病的食骨检查做复健。这只猫头鸟是3月时，互人送来动物园，因为伊后车弄着伤，食骨骨折，看起来真严重。做了手术，就是用钉子把它的骨头串成比较正确的位置，这样子。然后目前的愈合状况是还 OK， 它还有骨片没有完全愈合，但是钉子目前是拔掉了，然后有在做外固定，然后还有在定期的做复健。最近来到动物园的，阁有这只落地游泽的猫头鸟，另外有一个伙仔住伫学校地下室。鸟妈妈带2只鸟仔囝，嘛互人送来遮照顾2个月。因甲另外一只鸟仔囝拢总4只，已经顺利放线。就这3只幼鸟的羽毛都换成大的飞羽，然后羽毛几乎毛色就是绒羽都掉光了，然后已经可以飞行。兽医师表示，保育类的猫头鸟，这几档需要救援的数量袂少，可能是秋冬变少，致使猫头鸟离人愈来愈近。即马又阁是真侪鸟仔囝当咧学飞，呼吁民众，若是发现路边有鸟仔囝，上好甲留伫现场。记者邓亚文、赖维做高雄报道。嘉义大厦甲林务局嘉义林区管理处有特别推广民众对国产茶的认识。即阵除了建立一所谓教材，嘛利用国产茶来研究着各种的文创商品。为山顶撩落来柳杉，撩做要爱的寸石，搁爱送入去涉水的所在。这个过程，嘉义大厦利用数位化的记录，建立一套林杉教育的教材。要来，让学生也是对林杉有兴趣的人，会当合适利用。想要进入这个产业，他可以先去看一下、了解一下，然后之后再进入这个产业。这样，他们在网络上课就可以取得公务人员的时数，在学生的部分，他就可以知道他对专业的一个了解。嘉义林区管理处为2019年开始，利用本期湖30公顷的林港林地，提供60年生的柳杉予嘉义大学地形新林经营计划。除了要培养人才，嘛希望带动国产茶的运用。培养现在人才去从事我们怎么台湾的林业经营，造成我们以后国产材的自给率能够很快的提升。怎么样去把我们的人工林做有序的利用那减少碳足迹那而且也扶持台湾的林产业，这个是林务局现在重要的工作。嘉义大厦表示，透过甲林务局的合作，我们详细记录为测查到产品的过程，学生嘛利用这个物件设计新的产品。未来嘛希望这个教材会当提供予相关大学科系使用，全面带动国内林业经营的知识甲技术。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天气是好还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6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